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中原 Linda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上水古洞天聯。呢個係獨棟兩層 house， 花園面積2369尺。呢度嘅設計優雅悠閒。實用面積係2454尺，建築面積係4164尺，總共有3個套房。花園前庭可以停2部車，地下底層又有2個獨立車庫，一共可以停4架車㗎。呢度嘅交通都好方便。呢度臨雙魚河而建，背靠麒麟山，清幽恬靜。2層住客會所包括戶外及室內泳池、水療室同埋戶外園林花園湖，提供住客專車服務來往元朗上水。如果你哋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快啲約我睇樓啦！